天非常荣幸来参加 IKEA 内湖店的开幕典礼。事实上，在1994年IKEA 就在我们公告上去开了一家店，26个年头走过去，它已经是很多台北人的记忆。那今天在这个地方慎重开幕礼的，其实这些大型量贩店不仅改变了我们整个台北市的商业的面貌，也改变了我们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